接住我哋要為大家介紹下一首歌，就係、關公月下識貂蟬。咁咧，我就要為大家介紹出今日我哋嘅台柱啊，香港著名嘅文武生宋洪波先生。佢畢業於湛江藝術學校，畢業後參與湛江藝術團工作。喺2007年，仲喺香港演藝學院完成咗中國戲曲粵劇深造課程。佢師承多位名師，功底紮實，而且扮相俊朗。喺2016年開始咧，佢就參與日興粵劇團擔任文武生，深受觀眾嘅好評同埋讚賞嘅。咁以下呢首歌《關公月下識貂蟬》就係、當然關於貂蟬啦。咁貂蟬出名係靚啦，同埋咧佢又運用美人計啦，就成功咁樣運用美色咧，係做一個連環計，離間咗奸臣董卓同埋佢嘅義子呂布，令到父子二人咧最終都係自相殘害嘅。咁曹操咧喺處決咗呂布之後咧，佢又想利用貂蟬咯喎，佢於是咧就派貂蟬去向關雲長獻媚，目的就係想收佢為旗下。咁今次貂蟬重施故技，關公有冇墮入胭脂網呢？大家留心欣賞。有請宋洪波先生同埋易美紅小姐。
明真相啊！當時久仰君後，私心愛慕，故此特來侍奉，奉上茶湯啊嘛。想迎來君教眾多，又何愁侍奉無人呢？且營中記錄森嚴，實不容許婦人來往啊！君後啊，你本是英雄豪傑，又何必這般拘謹呢？嗱，我把香茶奉獻，亦屬是本平常啫。貂蟬中有蓮花舌，須知道夜臨營地，你犯乜應將瓜田李下比嫌疑，因怪我逐客令傳，你快離營。灑翠，侍奉下了，灑翠，侍奉下了。灑翠。如此說，貂蟬教退。貂蟬，你東牆是還，可是為何？你問我啊？戰國春秋，真係好一部戰國春秋，我貂蟬都也曾過目嘅。哦，原來你曾攻那書士，知否有禍？紅顏妝，等我先一輪下相奏，歷史你可曾？
水是紅妝，被既知個中情，此言非虛妄，前居當可鑑，要謹慎啊你嘅行闖，你有到為則難伸，當明我所講，你快些離此地，再不到刑房刑房啊！自見光啊！
夜花香，夜花香。月光光，月光光，花前月下，影成雙，影成雙。月也光，都也光。青龍刀光，開月光，開月光。殘臂一周神威，嚇得我丟時八陣更心慌京王舉步出營前，拜別君後雲黑光。乃是青龍刀響，究竟主何贈笑呢？定斬引及，令我心驚慌，他的斷夢那光芒，究竟刀響驚也湯，暗自雲飛，良心沉盡鎖。令我上記當初響，我效命沙場，刀斬將惡，破盡黃巾，齊心扶大漢，有翼德與雲長。青龍都從鄉清高知雕線，我知雄虎名將，走上溫斬華雄。今為何是故都山鄉？仍然為了貂蟬太不得我太不多。你是個衰紅妝，只為你形態荒謬，可見你喪命敗之金盤苦樂，先也懂唱艱辛，再朝奉先排專幫，可笑佢父母只計，竟用嗰個曹賊歸夜。今晚仲要填把戲，我關你謀，我定必叫你像我青龍刀下喪。君後啊！黃空奔，將我雕線飛過虎，敲用那年華年計，只為還留下了分毫，知悲樂。
個巾幗勝蘇眉美人，如名將為國鋤奸，憑色相巧用連環妙計，去滅苦勞，政治犧牲又可量，可敬你計隨東賊，呂布亦相繼身亡。我望奉勸呢一個小刁士，你竟大功告成，又何苦再留人世上？